来，我用，因为这起啊足来，我说你。大哥啊，我看这淡水的船拢有目睭呢。一个传统甲讲法就比如讲，你若喂目睭对无？掠口鱼啦。啊，因为咱这目睭有两款喂法，一款是咱正啊这边就是拢向下骹，向下骹伊就是拢去找鱼。啊，另外一款目睭向顶啊，就是去找路。为啥要喂安尼五色？吼，蓝的、青的、红的、白的、乌的，因为伊安尼就是人讲五鸟五色，就是敢若有一个灵性啦。啊，你坐遮就好，坐船头就好啊。哦，来掠粉桥啦，你唔捌看过？系啊。大家讲这支是掠粉桥的，这叫啥白啊？牛白。牛白哦，牛白。伊讲抱偌深，这支钓偌长。大哥所讲的哦，这个粉桥，嘛有人讲吼，叫做蛤蟆。哇！我生甲遐大汉哦，头一摆要去甲人学哦，毋是生伫咧窟仔内粉桥。啊，讲实在哦，早前的粉桥啊，拢嘛是野生的，上爱哦生摊伫咧浅海，阁有正水流入来的所在。啊，毋则人讲吼，白粉桥有影是淡水古早一项要紧的行业。因为哦，风台低无，啊有落雨无，所以咧较有这草啊，啊水嘛较正，啊所以。其实这粉桥你啊较正的时候，伊就米较深，咱就掠较袂着。听大哥讲哦，古早的淡水地，就人靠掠粉桥来过日子。买手就是日本人发现讲哦，淡水河的这个水质真好，就适合养饲哦蛤蟆类的物产，而且会按日本炸蛤蟆仔来到淡水河口养饲，结果收成真好。淡水河嘛就安尼。正做台湾一大真重要的天然种苗场。大哥讲哦，早前便啊掠蛤蟆的这开若到，淡水河水边哦，哇，满世界拢看会到专工来掠蛤蟆的人，甚至哦，迄当阵阁有人咧风声讲，淡水河的粉桥比石头阁较济，可见产量有偌惊人就好。到位啊吼，到位的时阵咱对好的时阵一定禁掉。哦，这个是咱的工具啦，桥白。啊，是安那爱遐尔长？因为有水嘛，有较深的啊，所以你伤过底掠袂着啊。这个嘛是咱观音山的哦，贵底啦，较伊的伊迄个丝吼较润，咱种迄个玉白落好啊，对无？啊，种这做做乌老人。乌老人啊，伊咱这群若是引领拢，咱这无要拢引领啦。啊，这会当控制速度甲方向。还有你，顺顺啊放落地啊。啊，煮烧酒的，煮烧小酒的，细腻哦，豆豆来。啊，咱阵你要安怎判断讲船有行无行，咱就听德哥的声。吼，啊你听，即群就是拢无声音，表示讲咱无咧叮当。嘿，无声。啊，无咧叮当的时阵，因为表示讲哦，伊即个乌流浪的迄个乌流无够，所以咱阵就爱得调，即条副色的时阵爱得调暗。哦，调暗的时阵对无？你调愈暗的时阵，伊就走来中啊，愈正面咱愈大。啊，咱拄啊是伊边啊休困，老头的时阵咱来调喺边啊，啊种老无够的时阵咱来调喺正中啊，互伊助力。了解。助力所以讲，即马是规只船爱为滑的，毋是讲直的行，爱滑的行。咱这鱼话是滑的。哦，啊拖才会忙啊。对啊，所以就咱落去行，你听，有一个沙的声音。有呢，啊，表示讲有呢，下底这个所在是沙底，啊，但是咱这个时阵速度上过紧的时候，咱就搁来调较细。有影有咧。敢若油门的无，咱调较细。这种声。就要对水流的速度紧甲慢来调整鱼仔白要下到倒位。这也是淡水的渔民靠海食海的便巧。一支8、9公斤重的鱼仔白，等入去淡水河底，对着三板仔伫咧河面来去去。过无偌久，就听雨对水底拖出满丝的粉桥啊！大哥佮我讲，5日节到中秋的这段期间，是淡水河的粉桥上佳好食的时阵。等待过了白露这个节气，这代渔民就搁爱开始掠麻仔咯。暗才会在庄有一句话讲：
夏天白粉桥，冬天好满载，就是咧讲哦淡水河渔民的生活。踮伫遮哦，三班仔若是往回八里，甲淡水上里边的市区，嘛是在地渔民讨食的碗口。像咱这个时阵哦，要蛤蟆入去咱的地啊时阵哦，咱连个扭起的时阵，地啊离土的时阵对无？你着爱豆豆洗哦180度，互伊的网地向水流向水流的方向，互我扭互你看。咱就安尼无扭起离土啊吼，豆豆洗180度了后，豆豆扭起。哦，你来看有无？伊这个时阵安尼。物件就拢那个在地，你个是卡架尔。啊，这个时候你有听无？哦，有影有呢，哇！哦，这是我扭的。顶啊是你的人生第一爬。第一爬是顶啊，互你扭。不了大粒呢。这个有搁较大粒的，这是专咱通水的桥啊。为什么伊叫粉桥？因为伊的表面足金骨的，敢若查某人抹粉有无？因为伊拢伫刷伫磨。哦，足重的呢，这个。超过啊！哎呦，超过了。哦，这就较无呢吼。因为因为伊这有较无啊，所以拢好歹拢有啊。淡水河的粉桥哦，一年哦上济捌出产甲几落百吨，啊，当闹热的时哦，有100外只船同时间驶来遮白粉桥，啊，总是现代少年家无爱做这道啊，老年的嘛渐渐退休，遮的这项有100外年传统的渔业，到今哦，只剩5、6只船在经营尔。这款渔法就是自较早的拢传到即群，吼，这有几百年了。啊，因为较早对阮来讲出来掠的时阵哦，拢掠迄落足细粒啊，哦，这款的，佫有比这较细粒，袂去下港互因去饲。啊，较大。这是就算栽啦吼。栽啊，牛仔栽。牛仔栽。吼啊，像这款的来对无？这就是阮较早的蛋白质的来源。啊。为啥？因为较细粒一寡，反而伊就是干那要猪较大粒的。是。啊，咱较早无通好食。较早无啥种较富裕哈，无啥物麦当劳、肯德基遐的鸡腿啊，这就是做遐做生的咸辣，食饭配这。啊，你讲你细汉的时阵，甲阿公咧用这，你咧船顶拢咧做啥物工课？哦，那佚佗那景啊，嘛是爱斗景啊，像你拄啊，有咱拄啊掠起的时阵对无？咱就要分班啊嘛，但是这班伊就是属于大粒的，吼。这款的搁一班嘛，吼，啊，这一班嘛，啊，你就分班头啊，分班头介绍无共啊，有无？大哥英国伫咧他乡外里咧做头路，买手哦，就是看到故乡淡水，虽然哪来哪老热，也毋过哦，众人拢无了解淡水伫咧台湾历史上的重要性。遮伊会倒转来淡水河边，用伊哦自细汉就真熟悉的市区。要讲互更较侪人了解淡水古早的历史。其实淡水河在阮的心目中，伊就敢若是中华的人的母亲啦、老母啦。因为好歹伊拢接受有啥的，大家拢好的歹的拢等互伊啊。怎个人环保意识较好啊？所以咱讲，咱来做这个工课，头一个然后趁钱，第二个咱就是这个整理粪扫捡起。